我是邓自喜，今年刚刚30岁，自认为比较年轻。我是个藏戏艺人，然后也是掌捏弹唱的一个传承人，也是个疯子。我特别喜欢摇滚，因为我父亲是西藏第一支摇滚乐队的贝斯手，他那时候范儿特别足，长头发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我们家里有个那个放磁带的架子，什么唐朝呀，那个反正本土的这些全都有，他全都能弹。摇滚对我的影响很重，我到现在我都很喜欢摇滚。从小，我爸爸希望我就是继承他的衣钵，拉大提琴，我死活不愿意。我外公是掌捏演奏家，然后我外公也想教我掌捏，但是我那时候也死活不愿意。我记得我12岁那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在天上有个白色的云，上面有个大大的白胡子老人，他脸是红色的，脸上一个五官都没有，平平的。就很奇怪，然后他就在那个云上说：“单子一续，明天开始学掌捏。”我说：“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”然后第2天开始学。他对了袖背，唐嘎了胳膊，给让借用。要做掌捏的改良，自己也有这个想法。我师傅陶瓷的老师也有这个想法，因为像马头琴也好，二胡也好，三弦也好，所有的现在比较好的、已经成熟的这种艺民乐，它都是经过改良的。这样的话，可能年轻人就会对掌捏发生一种改观，刻板印象就会消除，就是说啊，掌捏只适合弹南摩对线，不是这样的，掌捏也可以弹2次元。掌捏可以弹朋克，甚至可以弹韩国韩流的歌曲啊。